家庭美满，麻烦前路。祈求地位公平，制度无良，其财经两红，富贵相传，做这些年现代全球过来地方，核心一体化产生，积聚万年下来咯。这条是我专注着，可有向前一切的，有叫做讲，经过大小话嚟讲，台湾现代人只决定落一块个单位，讲像无头家，成日咧道大风地发变大，做作者。是咱台南市大家长，台南市长规定，福州单定选，有钱时单结婚，无钱时单约地，就是咱这个台南市啊。这个是咧变变来讲，有钱时变回乡啊。咱现地上街，讲着7万万7万千张，家人保做安样，收完粮食过世就就，省当中过程意义，咱俩150间啊，咱来医院啊，来庇佑啊，来城市完全住在这济志强4条线路运动向东，桂林的高运量上。咱南乡不服，路咱吹上，咱地位公平啊，啦，咱进步，咱事实在不只有个啊，伫咱台南市，咱的大家长啊，有为着带领之下啊，来带予咱台南市市运量强啊，高德啊，行业，会当大发财啊，会当事实在不只有个哦，今天啊。咱来奉请，咱这个市长带领本着带领全部，咱家属来献7,000献30公里，1吉强，再吉强，3吉强，累。